素食哦，1万部影片，你看影片标题有素食的，这个影片资料库这个目录专辑哈，这专辑，哇，你看呢，光这个图片就很好，那这个怎么来的？这没有办法下载呢，手机看到没有办法下载。那桌上型电脑看的话，可以全部复制哦。那这个怎么来的？怎么出现这个影片资料库的？就是在 YouTube 频道社群贴文，有没有看到素食啊？你要搜寻那个主题素食，素食的前面加井字哈，哦，然后把它发布哦，发布以后就有这个超连接功能，超连接现在按素食哦，井字号素食，哦，你看就出来了，有没有？